声祝贺孩子的表演成功吧。然后呢，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这个幼儿园，舍不得离开幼儿园孩子们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我们一起跟小孩一起拍照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人太多，所以我们按照车牌号码一起拍照。首先1号车游客们站起来，站在孩子的后边一起拍照。首先1号车拍照，然后请坐好，2号、3号、4号，请稍等。